各位的兄弟姊妹，时间过得真紧，一礼拜搁再过去。今仔日咱来到主的面前，三甲来敬拜主、赞美主、感谢主。最近的疫情有咧上升的现象。咱附近菲律宾四周围的即个国家已经真多了，真多了，升啊真悬，几落万、3万、2万、1万，全。咱感谢主，咱菲律宾最近的记录，亲像只有几百个尔定，但是政府咧预料咧预测可能伫大选了后这个疫情可能会升起来，所以咱伫祈祷当中来纪念这项代志。咱也感谢主，有的兄弟姊妹伫病痛当中已经达到恢复，咱感谢主。只是有的生理抑个毋是真正常，所以咱来伫祈祷当中来纪念因。所以咱教会的即个活动呢，伫2礼拜前，咱教会举行成立教会70周年，有真侪兄弟姊妹来参加，为年纪较大的人因有来参加，但是无甲咱三合做这个来聚餐聚会了，甲几个兄弟姊妹来交流这就倒去了。但是咱继续来为着因来祈祷，为着全面的道路，为着咱教会全面所要做的代志，传福音的事工来交托主，求上帝祝福咱的教会。所以咱三甲额头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多谢你看顾保守阮经过一礼拜，今仔日搁来到你面前，甲兄弟姊妹三甲来敬拜主，求主你甲阮同在，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宝贝话语，通来帮助阮，伫这个困难当中伫灾难当中来支持阮，使阮内面的平安甲信心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上帝永无离开阮，因为上帝是阮的避难所。是阮的力量，是阮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衬。阮感谢你，天父上帝。我也知影，这个世上末世的时间愈来愈近咯。阮信主的人，毋但要好好备办家己的心灵，上教怀也阁未信主的人，求主互阮机会。咱来将因带到上帝面头前，叫因来得救，成做上帝的儿女。主啊，阮会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主，求主你甲阮同工，求主甲阮同在。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即马我来唱一首《耶和华祝福满满》。田中的白雁时，无欠过啥物；山间的百合花，春天的宝贝，拢是出人的上帝，为你唱出真福气。我地上八月的时，也就听到的阮家。
各位兄弟姊妹，有一句俗语安尼讲啊：人生在世，不如意者十之八九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咱一生啊，伫这个世间存活的时阵啊，差不多有80%到90%哈，拢总皆是伫困难当中。所以啊，咱人生啊，活伫这个世上啊，要应付这代志、这困难啊，实在是无简单啊。咱特别是伫这个疫情啊，病毒疫情非常厉害的时阵啊，有一家人，有一家家庭，有一家生理啊，因为公司受的影响实在真大。有的人啊，一跋倒就艰苦佫起来了，一蹶不振；有的人啊，唉声叹气；有的人呢，就找第见，找第路，就是找自杀之路。有真侪在困难的问题。那么，咱信主的人，咱知影现今的这个世代是什么款的世代？咱家己知影，这个是末世的世代。所以，咱信主的人就备办好咱的心灵，来迎接新时代的来临。但是主也托咱这个责任、这个命令甲大使命是啥物呢？就是咱要叫万人得救，向因传福音，叫因得救，正做上帝的儿女。圣经啊，曾经托咱这个应允啊，这个应对来对付这个艰难、困苦、患难的秘诀。咱伫困难当中啊，毋能是行地路，毋能找死路，毋能消极嫉妒。咱去踮圣经当中来找安慰，找来应付在困难的秘诀。所以今仔日的题目啊，是知足常乐啊！这句是成语啊。咱人会晓咧知足啊、满足啊，咱心灵才有迄个喜乐。伫圣经内面，神的仆人保罗，特别伫这项代志真有丰富的经验。伊伫监狱当中啊，伫困难当中啊，伊甲咱分享伫困难当中的秘诀。所以今仔日咱借着保罗所写的腓立比书的信息啊，来帮助咱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。那腓立比书啊，是伫圣经内面咱称呼过加勒的书信，4本腓立比书是其中一本加勒书信。因就是啥物呢？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、甲腓利门书，这4本书被称呼叫做加勒内面的书信。保罗伫监狱当中啊，受到生命的威胁，拄着种种的困难的问题，踮伫监狱内面啊，毋是一项好代志。内面的环境啊，真正歹，可能是真正臭。可能有将个甲蛇罗蛆臭虫扫来扫去无人掌握，可能在身躯野草毋但安尼要掠去关了手，搁去绑咧，骹去练咧，所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。因有法通伫这个困难当中写这4本加勒书信来安慰伫困难当中的人，托因伫
苦难当中仍然有安慰，仍然有喜乐的心。伊这个腓立比书啊，作者是保罗啊，保罗这本书这个主题啊，叫做伫基督内面的喜乐，伫基督内面的喜乐。腓立比教会啊，是保罗伫第二摆报道旅程当中啊，报道旅行的时阵啊，伫欧洲伫建立的头一间的教会啊，伫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有记载。保罗伫主后50年4月啊，开始是第2次啊，一共有3次啊。伊第2次报道旅行的时阵啊，当初呢，伊无有得到其他教会的赞助，独独腓立比这间教会啊，伫经济上来支持保罗啊，伫生活顶面啊的需要。看见啊，腓立比这间教会是一间菜团的教会。那么当腓立比教会知影保罗掠去关家的时阵，咧听候这个审判的时阵啊，这间教会就车遣以巴弗提，将保罗所需要的日常生活的一项物件带去送托保罗。这腓立比书的主题啊，咱怎么讲呢？是伫基督内面的喜乐。这本册内面啊，来教导咱怎样才有一个喜乐知足的生活呢？虽然伫困难重重的时阵，咱也是有法通靠住有一个喜乐、一个知足的心。伊讲啊，保罗讲啊，伊讲基督徒吼，若要进到这个喜乐的这个生命当中啊，咱应该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的榜样。因为耶稣来到世间啊，伫迄个荣华富贵的所在啊，迄个所在是无罪恶啊，无病痛、无歹的代志。伊伫迄个天堂的所在，甘心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为着要拯救人。伊是上帝的独生子，甘心情愿来到地上来受苦，做仆人啊！伊即款的谦卑的情形啊，实在是互咱来学习伊的榜样。那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第8节安尼讲，伊讲恁着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伊本来有神的形象，无以家己甲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当虚己，就是谦虚家己啊，除了奴仆的形象。成做人的样式，既然有人的样式，就家己卑微、专心顺服，以至到死，而且死伫十字架顶。所以神将伊升为至高，又搁赐托伊迄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伫天顶的、伫地顶的。甲对对的，因着耶稣的名，无不屈切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和荣耀归于父神上帝。啊，耶稣既然是即款遮谦卑，吼，伊是咱学习的对象。伊耶稣伫各款的灾难顶面啊。伊拢会学习，伊拢会晓咧怎样来处理各款的困难，甚至伫十字架顶啊，下骹怀人啊，伫咧讥笑伊，用各款的刑具啊来鞭拍伊，来创讲伊。
凡是伊伫十字架顶，伊会祈祷上帝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，因毋知影。你看，伫极困难的时阵啊，伊拢无放煞为罪人来祈祷，饶恕因的罪。保罗伫任何环境的当中，伊拢学习到了喜乐甲满足的秘诀。啊，今仔日咱就对伊所写的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来学习属灵的功课。伫腓立比书第4章第10节安尼讲：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恁思念我的心，如今又搁发生。恁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无得到机会。保罗的喜乐是靠什么呢？是靠主得来。头一句讲，我靠主就大大的喜乐。咱人也是人，咱要喜乐，毋是靠家己，毋是靠环境，靠主大大的喜乐。毋是因为腓立比教会摕一间物质上的物件吼，摕一间保罗伫監獄内面的需要，摕來幫助伊才喜樂。毋是安尼，這物件無法通真正互伊喜樂，乃是在教會的人啊，伊伫行動上，用聽心上來幫助，來表現出因實在是思念，來想念這位神的僕人啊。有時咱咧講，哇，我真想念你吼，嘴咧講，心內無一定是咧想念你。有真正想念的人，可能會想到對方有啥物需要，會怎樣來幫助你。這款的思念是實質上的思念。保羅親身的經歷到，兄弟姊妹聽心，上帝利用因在基督徒實質的幫助，就想到上帝的思念及照顧。主的思念，主的紀念，佇顯明佇在肢體啊，在肢體之間的愛心內面。什麼叫做肢體啊？咱就教會，咱就一個身躯，有骹手啊，在耳啊、目睭在各方面的肢體。啊，咱每一個身軀頂的肢體，就是會有教會內面的兄弟姊妹，無相的積分，無相的工作。所以肢體哦，就是代表在信徒，教會的信徒，在主的思念啊，表現在肢體當中吼，因的聽心內面。好，咱用實在的行動來向其他的肢體表現出愛心啊，就是神使徒人的喜樂的方式甲管道。因為上帝看到有人在困難當中，上帝就感動這間兄弟姊妹去幫助人。在受幫助的人心中哦，感受到上帝無放煞因，上帝關懷因。在困難的當中，上帝感動這個兄弟姊妹，用聽心在物質上去幫助因。當伊知道這物件，就想到上帝的聽，上帝的關心。所以保羅喜樂，乃是因為這兄弟姊妹真正是關心。真正是在這個屬靈的生命中有長進。神的僕人的喜樂吼，是看見兄弟姊妹吼，因的靈性吼會進步 ，mature， 因的路口是達得的。因為傳道人看到這個兄弟姊妹，真濟年的栽培甲讀神的話語。
因啥是对灵内面有进步咯，会晓关怀别人咯，关心别人咯，这传道人吼，就是心内真欢喜。保罗也是看到这兄弟姊妹灵性的进步，会晓关怀神的仆人啊，伊心内就欢喜。伊的欢喜毋是哇，我得到这物件咯，物件用会了的，会无去的。但是兄弟姊妹的成长，因为听心就表现上帝的关怀，上帝的听。所以啊，因感受到上帝袂记咧伊，所以为兄弟姊妹伫边听当中吼，无亲友去探望伊，真孤单，无人要插伊。但是神感动一家主内兄弟姊妹，用听心去探望伊，去看伊，甚至照顾伊，摕物件，伊会实在的帮助，因会需要帮助。因心内摕到这物件的时阵啊，伊就想到上帝无离开我，上帝听我，是借着这兄弟姊妹。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啊！所以保罗讲啊，11节，我并不是缺乏来讲这话。咱无论伫什么情况下面，拢知影知足，都可以知足。这是我已经学会了，他已经学会的啦。学什么呢？知足咯，毋是因为别人摕物件来我才知足咯，毋是安尼啊。无论有摕物件来，无摕物件来送互我，伊无论是什么艰苦的情形下面，还是富足的情形下面啊，我都学习到知足咯，拢学会咯。所以就是菲律比教会的人因的帮助无摕到保罗的手中的时阵，保罗照样已经学会了这个知足的秘诀，伫各种的环境下面学习了知足咯。知足毋是一款天生的乐观派、乐观的性情。或者是家己修养来得来，真正的知足是属灵的操练，是圣灵的工作，伫伊的内面，伫生命当中发出来，毋是造作出来的。感谢主，伊知足咯。第12节讲。我知影要怎样处理这个卑贱，也知影要怎样处理丰富。或者是拔足，或者是饥饿，或者是有剩，或者是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咯。保罗伫任何的环境是好野，是贫穷，是拔足，是腹肚枵，是有剩，还是缺欠。无论伫什么随时随在，伊拢得到了秘诀咯。人的本性是什么啊？人的本性就是拄着困难的问题、贫穷的时阵，伊就抱怨，伊就抱怨就是嫌东嫌西，干若是我那安尼，干若是我那安尼，干若是我那安尼。当伊富足的时阵，人的本性就会骄傲了。哇！我真有钱啊！我几栋车，我几块厝，我有什么。人的软弱就是安尼。那拄着无顺利的环境的时阵亲像以色列百姓伫曠野内面拄着问题，拄着无水通啉，拄着什么别人来攻击咱，因就埋怨上帝，埋怨摩西。人也是同款，咱的本性拄着困难就埋怨上帝，上帝唔插我咯，
上帝离开我咯，毋伫我咯，毋是诶。这个得到秘诀吼，是人吼伫极困难的当中啊，哈，是主耶稣家己吼给予咱力量。伫丰富的时阵，耶稣基督叫咱学习来享受主耶稣的供给。啊，原来我有知哦，是上帝的恩典赏赐的啊，伊就归功于上帝，毋是归功于家己啊。因为归功于家己，就是我真有本事，我真聪明，我真有智慧，所以我真牛，我赚真侪钱。但是咱这个若是破病无命，咱也阁有啥物本事？通来做工，通来趁钱呢？人无啥物值得骄傲的，完全是神的恩典啊！怀伫生命当中哦，得到上帝拯救的人，伊才会感受这一点啊！这破病的时阵，倒伫床内，骹手袂长动啊，食啉一切拢无法通家己，伊才想到家己，人是真软弱的。人无法通靠着骄傲，靠着家己的本事，要做什么做什么，一切拢是恩典。伫苦难当中的人，伊就感受到这一点，伊就感受到家己是真无能的，家己是有限的，家己是不足的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呢，信徒啊，毋通刻意的、挑工的去竞选啊！我爱富足，我爱贫困，或者腹肚枵，或者是饱足，或者是缺乏，或者是有存。咱信徒是顺服上帝伫环境当中的安排，咱无重视个人的得甲失，真侪人因着是伫物质上的得甲失吼，真在意，小可失淡薄，损失淡薄，伊就埋怨。咱看这个约伯记头一章，当伊丧失了一切家产，甚至伊会行离，十会行离的时阵，伊怎啊讲你啊？伊无埋怨上帝啊！伊怎样啊？伊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受赐的脱去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上帝是值得俄罗颂赞的。伊看觅咧，伫极困难苦难当中，仍然有法通讲即款的话，无简单啊！有一摆啊，我甲一个兄，一个家庭信主的家庭出去旅行。伫要倒来，下晡要倒来时阵，看起迄个马燕哦，迄个城市内面吼，咧倒虾啦，哇，虾烧啊，毋知上海厝虾烧呢？阮的车站咧到啊迄带时阵，原来迄个家庭啊，迄个姊妹吼，因的店口哦去虾烧啊。我徛伫伊边头，伊哦。看到伊辛辛苦苦所赚来即间店口吼，一阵啊一个虾烧了。但是我耳孔听到伊咧讲什么啊？伊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受赐的脱去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值得学乐的。我听到伊咧讲即句话吼，我是真受感动，我的灵性也得到进步。你看，人拄着危险损失的时阵吼，会晓讲即款感恩的话。可能咱有的人吼损失淡薄啊，咱就伫遐埋怨，吼。有的人去钱去人抢去，伊感恩啊，伊说哦，也毋是我偷去，啊，也毋是我咧偷，也毋是我咧做贼，我失去也毋是真做。吼，是淡薄仔哩，所以上帝抑阁保护我的身躯，
失去的是物质，我的生命也搁伫咧，所以伊互人偷摕去抢劫去伊也搁会晓感恩。所以有时咱对于得失伤过在乎，咱的生命就无平衡，心情就袂快乐。感谢主，咱着留意什么呢？咱着留意原来这是上帝所赐予咱的，咱着感恩，供应予咱。所以这就是保罗伫各款的环境内面拢会晓咧知有知足的秘诀，这就是秘诀。靠主不在乎在得失，感恩的心，因为咱的上帝是丰富的上帝啊！咱若失去上帝，也阁会赏赐予咱。咱拍无去，也阁是会有。但是有的人伤去在意在得失伊就无平安咯。所以腓立比书4章19节安尼讲，伊说我的上帝的确要照着伊荣耀的丰富，伫基督耶稣内面，互恁一切所需用的、所欠用的，得到充足。咱所欠用的，咱得到充足，因为咱的上帝是丰富的，是荣耀的丰富，伫耶稣基督内面。感谢主。保罗为什么有这款的心情？因为保罗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。当伊有这款的绝对的信心，所以伊拄到任何的环境的时阵，伊就无惊。所以第4章13节，伊的秘诀是安尼。所以伊讲的是：我靠着迄个加托我力量的，凡事拢会做。这就是伊的秘诀。我靠着，毋是靠着爸爸，毋是靠着妈妈，毋是我的翁克，毋是靠着我的翁克是 SM 的头家，还是卢修丹是我的公爸咧。毋是靠着跩我靠着迄个加托我力量的上帝，凡事拢会做。保罗的知足不在乎是毋是透过家己的训练，而是修炼来的。你是靠着这位复活的主、得胜的主，交与生命的连接，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，所以靠着迄个加托伊力量的主，伊的上帝，凡事拢会。这个凡事呢，毋是世间顶逐项的代志，伊拢会做得到。伊是讲什么啊？这个凡事是指第12节所讲的。第12节所讲的是列出在几样，无论是什么环境。是贫穷，是富足，是饥饿，是乏足，是缺欠，也是有存。无论伫什么环境下面伊拢得到秘诀所以，咱信主人，主若允准做代志，临到咱身顶，互咱拄着做代志，主也的确会加添咱力量。来应付这些代志，主也是会互咱有会晓咧怎样来应付这些困难。咱知影保罗甲西拉伫咧传福音的时阵，伫腓立比城内去传福音赶鬼的时阵但这个做官的人甲伊掠去，因讲的迄个赶鬼的迄个被赶出去迄个人就是伊鬼赶出去了，无人趁钱咯，所以因就来告去官府咧，官府就将保罗甲西拉掠去，并且掠去关，并且用棍来拍因，两支骹个头怀练木狗甲你练咧。保罗甲西拉伫半暝有法人唱歌祈祷，
赞美神。那是托咱吼，可能唔是安尼咯。咱可能说上帝啊，我为你做工真艰苦呢，佮互人掠去拍，佮掠去关，佮互我拄着种个代志啊！上帝啊，你唔对呢？上帝啊，你对我安尼无好呢？可能咱会安尼埋怨上帝。上帝敢若互我拄着这代志啊？因唔是安尼，因伫遐赞美阿罗上帝，随时随在，无论什么环境啊，因晓怎样处理啦。所以上帝互因得胜，伊就带了这个关家的这个乐官，做乐的官吼，守乐官，全伊信主也带全家信主，而且佫受浸洗礼。愿一切荣耀归到上帝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侍奉主的人啊，无论上帝互咱什么款的工作，还是什么代志来托付咱去做，或者伫工作顶面拄着困难，或者伫物质上拄着困难，无论是肉体的供应。这个是，或者是伫心灵内面缺乏力量，上帝供应；或者是工作顶面的困难，靠上帝来解决。无论是大的问题、小的问题，咱拢有法通靠着迄个加托我力量的上帝来赢过、来应付过。上帝要帮咱，感谢上帝，上帝。对人有呼召，人顺服，拄着困难，人祈祷，上帝伸出援助的手来帮助咱，就成就了上帝的工作。愿一切荣耀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们，你今仔日的生活上有拄着什么困难无？你的情形是毋是真艰苦，或者是真平顺的？你拄着各款的困难的问题，你的秘诀是什么呢？是毋是像保罗所讲的，我靠着迄个加托我力量的上帝，我凡事拢有法通做，凡事拢有法通应付过去，因为上帝甲咱同在。感谢主，抑佫一项，咱知影明仔日吼是毋是明仔日咯？今仔日吼，伫拜日啊，是苗亲节祝各位做老母的吼苗亲节快乐，愿上帝祝福恁。有一句话，圣经的话，互咱得到对苗亲的吼，互咱真着鼓励。以赛亚书49章第15节安尼讲：妇人人看那会袂记得伊食恁的下仔囝呢？减袂认出伊所生的囝呢？或者有的妇人人会袂记得，我上帝却袂记得。国语是安尼讲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上帝不会忘记你，无论你在天涯海角，无论你碰到什么多大的困难，无论你有多大的需要，没有人知道，我不会忘记你。上帝所说的。哎呀，上帝是爱的全能者，伟大的上帝的爱，他造人的时候也差遣了，也创造了伟大母亲的爱，来照顾他的儿女们。因为有伟大的上帝，
才有伟大的母亲的爱。因为伟大的上帝的爱是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即使有母亲忘记他亲生的儿子，现在很多母亲忘记他的儿子吃奶的时间了，因为这个看了很多了，把吃奶的时间都错过了。但是上帝不看电视，不看这个上帝的眼睛察看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他关怀我们。即使母亲会忘记他的儿女，上帝说我却不忘记你。感谢上帝，我有这样的上帝，我有这样的天赋，我满足了。感谢上帝。你呢？你有感恩吗？你有感恩你的母亲吗？感恩你的父亲吗？你有尽你的孝心吗？让我们多多思想这些事情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啊，天父啊，上帝啊，多谢你的慈爱和信实。你为阮创造在阮人的生命，你也为阮陪伴老母老爸来照顾阮。你讲妇人人袂记得伊食恁的婴仔，也袂记得伊用怜悯怜恤伊的囝。或者有的妇人人有的姊妹会袂记得伊的囝，但是上帝却袂记得咱。上帝定定会记得咱，袂将咱放杀，袂将咱袂记得。所以咱得到真大的鼓励甲安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主咱兄弟姊妹，即阵有的人拄着困难，上帝啊，你拢看见，你拢知影，求你的圣灵来安慰、来帮助因。对今仔日的信息当中，求主互因，将你的话放伫因心内，互因知影上帝袂记念因。因伫困难，也在各款的环境当中，靠着迄个基督我力量的上帝，凡事拢会做，我人赢过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但愿这款的信息深深的刻条伫主人兄弟姊妹的心中，特别伫这款极困难的灾难的情形下面，我让你交托你，祈祷是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